大家好，2025年4月11號星期五，今日都仲係中美貿易戰啊，呢個中美博弈環繞呢個議題嘅新聞咧都係即係鋪天蓋地，佔據住咧主要嘅新聞版面。咁我講幾個簡單嘅發展嚇。第一，即係重點講講咧。第一就係咧個數字遊戲，咁啲關稅稅率咧都係咧繼續咧一個數字搭一個數字咧，咁好似砌 Lego 咁咧，越搭越高啊！咁特朗普咧喺宣布暫緩其他國家嘅90日即係嗰個對等關稅咧暫緩90日嘅時候咧，特朗普就話會徵中國一個報復性嘅高關稅啦，總稅率係125%。不過佢講咗之後咧白宮發言人其後就澄清，就話原來總統咧講少咗，因為加埋芬太尼嘅徵稅啦嚇。咁而家美國對中國嗰個嘅關稅總稅率咧係應該係145%，即係特朗普咧講少咗2成嚇，真係慷慨啦。咁不過而家白宮發言人補翻上去啦嚇，就話145%。咁呢個咧就去到差唔多過咗1日啦嚇，去到今日4點鐘嘅時候咧，中國咧就終於就提反制啦嚇，咁就反制咧美方要交個稅率就係125%嚇，點解唔係145%咧？橫掂都要反制嚇，咁但係今日中方咧就話125%，而且咧仲講到明到此為止呢個數字遊戲啦嚇，我唔陪你玩啦。咁中國商務部咧係咁講嘅，佢話美方對華輪番加徵 K 高關稅。嗱，其實咧我今日睇新聞嘅時候，最先聽到 K 高關稅咩嚟嘅咧 ？HIJK 個 K 高關稅咁後尾咧睇翻文字先知啦，原來咧就唔係英文字母個 K， 而係咧中文字 K 型個 K 即係好 K 型嘅高度好 K 型嘅關稅啊。咁商務部就話，美方對華輪番加徵 K 高關稅，已經淪為咧數字遊戲，喺經濟上咧已無實質意義，只會更加暴露出美方咧就將關稅工具化、武器化，搞霸凌脅迫嘅伎倆，並淪為笑話。如果美方繼續關稅數字遊戲，中方咧就將不予理會。不過咧就倘若美方執意繼續實質性咁侵害中方嘅權益，中方咧就會堅決反制，奉陪到底。嗱，呢個咧就係中國商務部嘅講法。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同樣咧都係一個關鍵嘅發展，就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今日首次開腔就去評論咧呢個嘅全球貿易戰、全球關稅戰。咁習近平咧係喺北京咧就見咧呢個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啊。咁當時咧佢就就呢個嘅關稅戰就有講話啦嚇。咁習近平就強調打關稅戰咧就沒有贏家，同世界作對就將孤立自己。70幾年嚟，中國發展始終靠嘅係自身嘅更新、艱苦嘅奮鬥。從不靠誰的恩賜，更不畏懼任何無理打壓。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中國咧都將堅定信心，保持定力，專注於辦好自己嘅事。中國同歐盟都係世界嘅主要經濟體，都係經濟全球化同埋自由貿易嘅堅定支持者。雙方咧經濟總量超過世界經濟總量嘅1/3，已經形成咧密切嘅經濟共生關係。咁呢個咧就係習近平咧今日咧就首次開腔回應咧呢個嘅貿易戰。咁除此之外咧，中國亦都宣布啦習主席下個禮拜咧就會去訪問，去邊度訪問咧？梗係唔係美國啦就係去越南、馬來西亞同埋咧柬埔寨。咁大家聽到呢3笪地方，咁我諗多多少少都心中有數知道點解會揀呢3個地方去咧咁事實上咧越南就係第一個舉手根據特朗普口中就話公布咗嗰個嘅全球對等關稅咧個名單之後咧，
越南係第一個舉手要同咧美國去傾個協議。咁而今日咧路透社咧就有一個報導，就話越南咧而家咧就準備咧去打擊呢個嘅貿易欺詐。咁乜嘢貿易欺詐咧？咁即係話有啲中國貨咧即係透過去越南咁然之後咧再轉運咧，即係出口去美國即係呢一種咁嘅渠道咧咁越南就話要打擊要咧去嚴控，咁希望用呢樣嘢去換取美方去下降咧佢嗰個嘅對等關稅，因為原本咧美國就要徵越南咧40幾個%嘅高關稅噶嘛，咁而家咧越南就希望用呢個爭取咧就可以下降到咧2%或者2%幾即係都唔夠膽叫你唔好交喎即係要下降到2%同埋2%幾就已經好高興啦咁嗱呢個就係路透社嘅報導，咁但係而家習主席即係俾足面你啦嗱。特朗普叫佢打電話俾即係俾佢，咁習主席冇打到，就反而咧自己嚟呢度訪問同你越南傾。咁究竟越南最後會點選擇咧？點揀咧咁當然講到尾啦咁越南都係計算利益嘅啦咁不過大家而家好睇到，好明顯就係即係無論習主席今日話個國事訪問，甚至話去見即係同訪問北京嘅西班牙首相見面其實而家喺中美博弈之下咧，兩個國家中國同美國咧都係做緊咧同一件事，都會想拉攏多啲國家企喺自己嗰邊，咁同咧對方鬥嘅。咁而家係一個咁嘅圖畫。咁不過咧大家雖然咧都係個目的一樣，但係個手法就好唔同啦一個咧就係攞大棒子攞條藤條出嚟嘅即係咧要嚇怕你嘅。你唔聽話，我鞭多幾下咁咁另外嗰個咧就攞紅蘿蔔啦咁希望咧去即係俾足面你啦嗱。而家主席都嚟越南同你傾咁就希望可以拉攏到多啲國家。咁最後究竟鹿死誰手啦邊個嗰條隊咧係長啲咧？咁我覺得呢啲咧就講到尾咧，唔同嘅國家咧都係計算咧自己嗰個嘅利益嘅啫，咁呢個就即係大家都好明白㗎啦咁就攞個算盤出嚟咧去計佢，攞個計數機出嚟咧就打下，咁睇下即係就然之後就作出一個選擇。咁我覺得咧就呢度就拭目以待啦不過必須講啦，特朗普喺想要爭取其他國家嘅支持呢方面咧係失策嘅，係失咗分嘅。一方面咧就係佢太反覆第二方面咧就係咧，其實佢成件事咧嗰種太惡霸，即係明蝦人嘅。咁呢兩樣加埋咧，其他國家係好難信你即係就以反覆呢樣嘢講嗱，佢提出咗話而家話暫緩90日啦即係呢個對等關稅。咁嗱，可能佢會覺得咧係可以嚇到啲其他國家，就會話如果我唔讓步多啲咧就要加翻之前嗰個超高關稅咁咁但係冇錯，其他國家係擔心。咁但係調翻轉咧，其他國家亦都會諗，即使你而家話暫緩90日嗱，其實呢90日咧唔代表冇嘢發生㗎。特朗普咧可能就係突然間10幾日之後咧瞓醒一覺就話，其實暫緩唔應該喎，應該馬上實施咁跟住就又要加啦。佢係絕對做得出㗎喎。咁所以其他國家就會諗，即使我而家同你真係簽咗個協議，其實有咩用咧？呢個協議？因為你隨時可以抌咗佢落垃圾桶嘅，就話因為唔啱你特朗普嘅心水你嗰刻咧你個心情唔好你話之前簽嘅時候咧，我覺得唔應該我當時太仁慈啦，我而家又要點改咁，咁所以即係其他國家好難咧咁去應酬你嘅喎，即係你嗰份簽咗出嚟之後咧，你隨時又變成廢紙啦咁所以呢個咧係呢種反覆呢種無常咧係好難咧得到咧人哋信任同你去簽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缺點啦。咁跟住就係成件事，因為你都係即係蝦蝦霸霸噶嘛，你擺明就要咧，大家係跪低，即係唔係談判啦，係進貢係歸順。咁其他國家都會戳住啊嘛。嗱，最後可能為咗利益，即係計算過之後咧都覺得即係都要企喺你美國嗰邊，但個心都唔鋸嘅。咁長遠咧呢個咧都會係一啲嘅即係招來一啲惡果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咧，即係特朗普咧喺上任咗之後咧，一啲嘅作風對加拿大格陵蘭跟住再有呢個嘅即係全球徵稅關稅呢個嘅方案
其實係一個嘅失策嚟嘅。咁我見到咧，我之前條片啦嚇，咁就有網友留言啦，就話：喂，人哋啊邊度係混亂啫？人哋係策略嚟㗎嚇咁。嗱，其實我係唔會認同咧，呢個係策略嚟嘅。即係就算特朗普自己都講啦，點解佢要俾暫緩90日咧？就係因為美國人啦嚇喺度哇哇叫啦，即係好驚好擔心啦嚇。咁所以咧佢都要咧嚇就去處理下啦。咁再加上嗰個嘅債息市場啦嚇，咁啊美債咧利息抽高，咁佢都覺得咧要即係要去處理下啦。咁所以咧就要調整嚇，要有彈性咁去改。咁既然要調整要有彈性，即係唔係佢原先嘅計劃啦？呢個就唔係策略啦，係咪啊？而係佢因應啊嗰個形勢，佢要作出修正啦。修正就唔係策略啦，係嘛？咁所以咧睇到咧，即係成件事喺呢度佢嘅處理係出咗問題。事實上嗱，本來嗱呢啲國家即係其他國家咁，當然就好似喺以前特朗普1.0嘅時候啦。嗱冇錯，佢哋大家因為呢個中國威脅論咧，係對北京咧係心存咧戒心嘅。咁不過你而家睇翻特朗普上台之後，呢幾個月嘅所作所為，其實之前呢啲國家批評北京嘅嘢咧，都可以喺特朗普身上啊揾到咧類似嘅對應嘅喎，即係可以完全係揼冚嘅喎都嚇。咁當然受害者係唔同啦嚇，即係咁，但係咧。特朗普咧，確實咧，呢啲作風咧，我認為佢已經係失去咗啦。佢原先即係美國咧有嘅一啲道德高地，即係對其他國家嘅眼中咧，就即係你都係好恐怖啊！呢種特朗普威脅論咧嚇，絕對咧係令人都係心存戒懼。咁所以去爭取其他國家嘅支持咧，其實唔能夠忽略呢個變數嘅原因咯。咁但係究竟事情會如何發展咧嚇？咁就拭目以待啦。咁針對咧，另外針對咧，而家中美博弈呢兩個國家嘅溝通究竟係點咧？嗱，今日咧都有一啲相關嘅報導咧，可以講講。嗱，明報咧呢個嘅李先知專欄咧就提到，據明報獲悉啦，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中美之間至今咧都係未能建立溝通渠道，主要就係特朗普要求同習近平直接對話。其他中方官員咧都冇辦法同美方對等官員溝通對話。有知情人士透露啦，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之間咧的確咧已經失去咗溝通渠道㗎啦。特朗普嘅行事方式係要求直接同習近平對話，不過中方嘅做法咧就係要求喺工作層面先磋商，有一定共識之後咧就再由領導人拍板。但係，當中國外長王毅同埋商務部長王文濤要求同美國相應官員對話嘅時候咧，就不得要領。因此，現在兩國嘅溝通管道咧，基本上咧就未能建成。特朗普日前咧就再度喊話習近平，不過咧外交部公署表明啦嚇，就話野蠻人咧嚇唔好指望等到中國嘅電話，顯示中國嘅立場咧相當強硬。有資深建制派人士就話，相信中國咧已經做好最壞打算，同美國脫鈎。亦都有商界人士指出，而家中美雙方咧係喺度鬥韌力，睇下邊個可以堅持到最後。另外咧就CNN 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咧都有咧類似嘅報導。CNN 就引述兩個白宮高級官員嘅消息。就係美國政府咧認為當前局勢惡化嘅責任在於中方，並明確表示唔會主動尋求同中國接觸。特朗普總統已經指示咗佢嘅團隊必須由中國方面率先採取行動，先會考慮咧重啟高層對話。據了解，美方咧就早在2個月前咧就已就中方表明，已經向中方表明。應該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動致電特朗普，以此作為啟動高層對話嘅前提條件。不過，北京方面至今仍拒絕安排兩國領導人直接通話。白宮團隊分析認為，習近平不願被視為示弱，主動尋求談判，係阻礙對話重啟嘅關鍵因素之一。咁
嗱，呢個係白宮團隊嘅分析。咁但係調翻轉，特朗普點解唔主動打俾習近平咧嚇？咁係咪都係特朗普不願被視為示弱，咁唔肯主動尋求談判咧？其實即係你都可以咁講係嘛？咁啊跟住咧嚇 CNN 呢個報導又話，消息人士透露，中美兩國雖仍保持官方層面嘅工作溝通，但係美方對由中國外長王毅作為主要對話者咧就持保留態度，認為其不在習近平嘅核心抉擇圈裏邊。美方已經向中方提供佢希望對接嘅官員名單，不過未獲北京方面積極回應。咁我都好有興趣，究竟美方提一啲咩嘅名單啊？即係究竟佢認為咧邊啲先係習近平嘅核心，所以邊啲先可以同佢係即係去溝通對接咧？咁可惜個報導就冇呢個名。嗱，明報同 CNN 呢個報導咧就有少少嘅差別，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係相同嘅嚇。咁個差別就係咧，明報講到咧好似完全咧係冇溝通咁啦嚇，已經冇晒渠道。咁但係 CNN 就話咧，其實咧下層啲嘅咧嘅溝通都係有嘅。咁不過咧就上層就冇啦嚇，因為上層呢度咧就兩個報導咧都一致嘅，咁就係特朗普係好希望咧習近平咧主動打俾特朗普先，咁然之後咧兩個去傾嘅。咁不過呢樣嘢咧，我覺得呢點咧就真係咧，我相信都唔容易會發生。如果要習近平喺冇工作層面，即係事前啲官員足夠溝通之後，而咁去打去俾特朗普傾咧，我覺得對中國嚟講咧嚇，即係唔淨止係示弱嘅問題，係個安全係數不足啊！都唔知你到時特朗普突然間會講啲乜嘢嘅咁，就會唔會仲錄埋音放埋出嚟咧？即係特朗普嘅作風咧，即係冇人可以預料。咁我相信啦嚇，中方咧係唔會做一啲咧咁冒險嘅事情，咁冇安全係數嘅事情。咁嗱。呢個咧，明報同埋 CNN 都係一致嘅。咁另外咧，嗱，如果你睇嗰兩個報導咧，似乎另一樣一致就係咧，美國咧係唔接受咧外長咧嚇呢個嘅王毅咧去溝通。咁所以王毅咧都係同美方嘅高層係溝通唔到啊。咁究竟特朗普呢方面想嚇，即係如果唔係習近平係即高層啲嘅去溝通嘅高層官員同對高層官員，咁佢話而家俾咗個名單。中方咁嗰個名單會係邊個咧？咁中方又會唔會接受咧嚇？咁呢個咧就真係要留意住事態發展。坦白講，我覺得要習近平打俾特朗普咧，我覺得呢個機會真係唔高。但調翻轉咧，特朗普會唔會調轉打俾習近平咧？嗱，呢樣嘢咧，雖然而家特朗普話唔會啦嚇，因為佢要習近平主動聯絡佢啊嘛。但係如果兩者去比較啦，我覺得呢個機會咧，特朗普打俾習近平嘅機會咧係會遠高於習近平打俾特朗普嘅。點解咧？因為特朗普咧係即係正如佢暫緩90日嗰度佢講啦，佢係好彈性噶嘛。到時佢一定自圓其説咧，講到一啲咧，其實佢最後都係贏嘅，即係始終公就係佢贏，字都係佢贏啊嘛。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咧係唔使擔心嘅，即係對特朗普嚟講，即係轉態咧係即係相對係容易。咁當然我唔係話而家已經馬上見到呢個情況，就我只係咧做一個情景上去比較。另外咧就想講幾句關於美國國債啦。尋日條片咧就提到美國國債嘅利率抽升，咁而呢個都係特朗普啦嚇都承認咧係佢暫緩咧全世界其他國家90日對等關稅嘅一個關鍵啦嚇。咁有網友咧留言就提我，就係有報道咧就提到咧點解美國國債利率抽升咧，就係因為中國咧就沽美國國債。嗱咁呢個咧嘅報道咧我都有睇到。不過同一時間咧，我亦都睇到一個嘅即係分析啊，佢就話咧呢個嘅可能性咧就認為未必高，因為中國本身咁多嘅美國國債，如果佢用呢個嚟做工具，用呢個用嚟做咧中美博弈嘅武器啦，咁佢自己都好傷嘅。嗱咁即係所以有唔同嘅觀點，同埋咧另外咧亦都有即係因為有傳媒去報咧，就話係中國沽美國國債，但係亦都有咧傳媒去報咧，就話係日本沽美國國債嘅。而日本點解沽咧？就係因為佢擔心啊，即係同其他嘅投資者一樣啦，就覺得咧，咦會唔會咧啲美債咧唔再可以做
避險工具，因為佢都好多啦，咁所以佢就要放咁啲啦。佢就從一個風險管理嗱，咁呢個係咪咧？咁而家咧呢兩個咧都係其實傳嘅，都有傳媒報導，咁未係100%證實。咁但係呢樣嘢咧，稍後係可以100%證實嘅，因為相關機構最後要出翻咧嗰個嘅即係持有國債咧嗰個嘅一啲嘅數量啦嚇。咁所以呢個等一等啦嚇，其實就會知道咧嗰個最真實嘅情況啦。咁都多謝咧網友咧就呢個資料提供啦嚇。咁今日咧就差唔多啦嚇。不過今日睇新聞嘅時候咧，其中一段新聞咧令我有啲即係都輕輕鬆鬆嘅感覺咧，就係見到馬雲現身。咁佢係喺杭州咧嚇參加阿里雲一啲活動嘅。咁但係佢身上咧就掛住個名牌，個名牌唔係寫個名叫做馬雲嘅，係整咗個咧嚇，即係代名啦，代號。個代號係咩咧？就叫風清揚。哇！笑傲江湖嗱，馬雲而家係咪處於呢種狀態咧？唔知道。不過咧，而家全世界就好難處於咧笑傲江湖嘅狀態啦。咁又或者呢個係一個目標嚟嘅嚇，大家嚇點樣學習喺一個咁紛爭嘅時勢裏邊嚇，都可以咧用笑傲江湖令狐沖嗰個態度咧去面對嚇。咁馬雲風清揚，真係咁都俾佢諗到。好，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傾到呢度，拜拜。